白线，咱不要过白线。好嘞。然后呢，中间有一溜人，咱们可以穿他们，咱们可以穿他们。然后大部分时间出现在这个位置，可能不太好行驶，可能不太好行驶。咱们速度就跟那天咱们在别处试车的速度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好。是您试一下。然后呢，洗词儿的时间也不强求，只要您觉得车速平稳了就可以说话了，因为车速平稳就可以用了。哪个是蹬子呢？蹬子。踩这儿。对，现在去6点，去6点。先走一阵吧。这样，老舅你也上。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高老师那个车技真是啊。一般，这个电瓶车掌握不太好，就是第2次骑，它一拧啊，噌就窜出去。电动的，一拧就走啊。对，然后没刹车吧？没刹车吧？有刹车。哪个是刹？捏的哈？对，捏的，2个都是刹车。停车的时候最好关电，让它不窜。哪个是关电？这个是这样的关电哦。我看过啊。这个劲儿，关键是后边带着表舅，我倒无所谓。的确，我这心我是那个有点忐忑。好，来，这边啊，带开始。走。